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新一集嘅入伙啦。唔知大家呢幾年有冇留意居屋嘅入息都係開門見次嘅呢？唔介意就冇所謂啫。咁如果介意，覺得風水唔好，又可以點算呢？今日帶大家參觀一個居屋嘅新單位，睇下設計師點樣處理啦。今日我哋嘅 home tour 嘅單位面積大約係380尺，業主夫婦同埋佢哋嘅囡囡一齊住，用咗木色同埋奶卡色做主調，而且用咗唔少弧形線條修飾。頭先已經講咗啦，業主覺得開門見次風水唔係咁好，所以咧設計師就做咗一個特別嘅方法，就做咗呢個弧形嘅玻璃門啦。呢道門加咗長虹玻璃，有格調之餘，亦都唔怕撞到後面嘅人。而家咁做就可以解決廁所對住大門嘅問題啦。廚廁都重新做過晒，呢度整咗平時少見嘅兩面洗手台，有多啲位俾業主放雜物。業主仲買咗新式洗手盆，去水位喺洗手盆嘅側邊，而唔係平時見到嘅中間位置。咁地櫃咧就可以偷位，用嚟放洗衣籃啦。設計師亦都重新做過淋浴位，變成一個長身嘅玻璃企缸。亦都隱藏咗原本外露嘅明後。廁所嘅隔離咧就係單位嘅廚房啦。裝修之後仲有3邊工作台，有雙電磁爐頭，亦安裝咗唔少吊櫃，收納空間非常之夠。吊櫃預留咗位放微波蒸焗爐，而洗衣機咧就收埋喺地櫃入面。我哋出翻嚟啦。頭先咧介紹完個弧形玻璃門，其實仲連住個高身櫃，呢個咧係鞋櫃嚟㗎。變相呢個空間咧變成一個小玄關，而大門隔籬呢個組合櫃就放咗一啲雜物，側邊咧亦都做咗個層架，可以放鎖匙同埋口罩之類嘅嘢。客飯廳放咗張4人餐台，電視機就用咗背板掛牆擺，呢度咧就用咗直條裝飾。業主同囡囡一齊住，要間2間房，為咗可以令陽光照去客廳入邊，設計師特登將睡房同埋客廳嘅間隔牆做成一個大玻璃窗。呢度用咗超白透明玻璃透光，啲光唔會變色㗎。間隔牆部分位置用咗長虹玻璃，可以擋住視線，唔會直接掂到張床。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可以拉埋窗簾，增加翻私隱。2間房用咗到頂衣櫃做分隔，睡房設計比較簡單，用淺色為主，做咗單邊落床。囡囡房喺客廳呢度隱藏門後面。因為佢好中意弧形線條，所以書台同埋衣櫃都用翻圓角收邊。床尾呢度做咗特色牆，仲加咗滲燈。囡囡咧亦都安裝咗投影幕，可以喺度煲劇睇戲。特色牆隔籬仲有一個細衣櫃，俾囡囡掛下衫，同埋放埋啲細件衣物。睇完成個單位，估唔估到裝修費幾多錢呢？就係唔使40萬啊！之前咧我哋都睇咗唔同嘅單位，從來都未見過弧形玻璃門㗎。聽設計師講咧，因為呢個門係特別訂做，所以要貴其他門嘅40%。唔知大家覺得點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哋知。之後咧想繼續睇多啲靚盤嘅話，記住 follow 我哋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資訊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